中山總價100零萬就可以攞低胡蘇哥身後呢棟別墅，你冇聽錯，係總價100零萬，而唔係首期100零萬。咁依家呢就真係所見即所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胡蘇哥啊！內地買房唔使憂，15年中山本地房產人胡蘇哥幫你手。今日呢，胡蘇哥呢就嚟到咗中山山鄉雅居樂花園。即係雅居樂車站正對面嘅一個別墅小區啦，帶大家睇一套總價100零萬就可以攞低嘅一個別墅啦。目前嚟講呢，咁呢個小區呢，咁年紀呢都比較年長啦。不過別墅嘅話，雖然話你有啲時間長咗之後呢，即係自己翻新一下呢，其實即係翻新嘅成本呢就唔會話特別高，而且你住得時間長，其實唔會話有咩好大嘅一個變化啦。咁佢呢邊呢出行呢就比較方便啦，一出到門口呢就有食街，即係步行呢其實大概500米。距離雅居樂車站咧，大概就800米，即係步行大概幾分鐘咧，就可以去到成個沙鄉嘅中心位置啦。咁開車嘅話就更加方便啦，都係幾分鐘嘅車程啦。咁呢邊翻到港珠澳人工島口岸咧，就大概係35分鐘。自己揸車嘅情況下，坐車嘅情況下咧，就時間咧就可能會長翻少少啦，即係可能會長15分鐘左右。翻到澳門嘅拱北口岸咧，都係大概35分鐘。去到沙鄉嘅大潤發啊、順昌1+1咧，就大概係5分鐘左右就去到噶啦。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一下呢個小區嘅環境。咁呢種別墅咧，咁其實可以睇到係4分1別墅。咁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奇怪，咩別墅叫4分1別墅啦？即係相當於係一間別墅分為咗4戶，比如講你 A、B， 後面仲有 C、D， 總共一棟別墅咧就分為咗4戶。咁通常嚟講咧，就係上下3層啦。咁依家咧今日天氣咧就非常之好啦。咁其實可以睇到，咁佢呢個別墅咧，咁門口咧就可以免費停車嘅。咁呢啲管理費咧都唔貴，即係唔使300蚊一個月。呢啲別墅咧，咁通常嚟講咧，咁佢門口咧係可以停車嘅。管理費咧就係按照房產證嘅面積105方收，即係大概為到300蚊到一個月啦。咁停車咧就唔使收費嘅。咁佢門口呢個車道咧係非常之闊嘅，即係雙車道，即係你呢度一台，呢度一台，咁中間咧都仲過得到，即係門口咧就比較闊噶啦。基本上如果你台車唔大咧，就可以直接對到門口或者側邊，即係你一間咧至少可以停到2台車啦。因為呢啲別墅咧，咁佢入住率咧就唔會話係非常之高啦。咁首先咧入到嚟嘅呢個位置咧，咁佢就會有一個前花園，呢度都係有個位置嘅。不過呢邊咧就改為咗一間房啦。咁呢度咧，咁佢會有部分2級台階，行到呢個位置嘅情況下咧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目測呢個花園咧，咁佢現狀咧都有30個方。咁通常嚟講咧，平時佢未改動咧，大概有去到50方到60方之間嘅花園。不過咧4分1咧對比連排咧，就等於佢只有前花園啦，就冇後花園。不過價錢咧就平好多，呢套單位咧就158萬。咁實用面積咧基本上有去到150平方，即係有去到大概1500尺嘅一個實用面積啦。總共咧就上下3層。咁呢邊呢個位置咧，佢係改咗一間房噶啦。咁後期咧，你仲可以喺比如講花園嘅呢個位置，你搭翻一個陽光棚都冇問題嘅。即係再買翻張，即係買翻啲休閒嘅凳擺喺花園嘅出邊，都非常之舒服。
咁佢4分一別墅咧，咁佢就有幾個座向啦。咁呢間係東南向，依間咧就基本上已經係下晝嘅時間啦，可以睇到採光咧係非常之充足嘅。等一陣，然之後咧，依家咧就帶大家入到去睇一睇啦。咁依家咧，咁佢呢個花園咧就本身咧大概有去到500尺，咁依家咧都剩翻一個300尺嘅空間啦。因為佢一樓咧，咁佢就改咗一間房啦。咁本身正門咧其實係側邊呢度，咁依家咧佢就改翻到呢個位置啦。因為本身咧可以睇過佢之前啲業主佢冇改過咧，就係一扇窗，門咧就係旁邊呢個位置。咁佢呢個咧就做咗少少改動啦。咁呢個廳嘅空間咧，其實都好大。呢度目測咧，應該都有成個家具室咧，應該都有去到500幾尺嘅一個空間啦。即係佢嗌嗰度牌坊嘅呢個廳啊，餐廳、客廳、家具室咧就比較闊啦。咁呢度出到嚟咧就係花園啦。咁佢呢個裝修咧就係後期自己重新裝過嘅裝修，不過咧就有住過嘅。不過現場咧其實可以睇到使用嘅痕跡咧都算係比較新少少噶啦。後期可能自己買翻嚟之後咧就再添置一啲家電就用得嘅，即係要求唔高咧。其實呢間咧都 OK 嘅，即係你成本咧就投入唔使更高啦。當然咧後期咧就肯定會有全新裝修嘅，不過全新裝修嘅價錢咧就肯定貴翻幾十萬，即係其實就貴咗裝修嘅錢啦。咁一樓咧其實可以睇到佢呢個空間唔細嘅，呢度咧就擺咗個米半嘅床，呢度係做衣櫃，呢度空調。空間咧，胡叔哥覺得其實都夠晒嘅，再加上咧仲有一個窗咁樣嘅一個空間咧，即係屋企有老人家住咧，其實呢啲單位咧都一流，唔需要話有太高嘅一個投入成本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廚房啦，廚房嘅空間咧都比較大，有去到10個平方度啦。如果唔中意呢啲櫃咧，後期可以換翻呢啲櫃嘅款式，因為呢啲都係大麻石，可能有啲朋友比較中意木嘅，睇起身就更加靚翻少少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餐台，餐台嘅情況下咧，如果多人咧，後期都可以換翻一個大少少嘅餐台。目前嚟講咧，呢個餐台咧就可以坐到6個人。咁呢度咧就係樓梯嘅過渡，咁呢度咧就做咗一排櫃噶啦。咁1樓嘅呢個位置咧，咁佢都做咗一個衛生間啦。咁衛生間咧係非常之闊，然之後咧仲係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啦。呢個衛生間，咁依家介紹咗1層嘅情況下咧，就帶大家去到第2層睇一睇啦。咁呢度咧就係第2層嘅一個情況啦。咁1樓咧目前嚟講咧就有一間長者房嘅。咁2樓嘅情況咧，就2樓咧就目前嚟講咧就2個套間嘅。咁依家咧就俾大家睇一睇，咁上到嚟呢邊咧就可以睇到，咁呢2樓嘅呢間房咧就唔係好大，都係擺咗個米半嘅床啦。呢度係窗，呢度咧就做咗一個到頂嘅衣櫃啦。咁呢度咧就有可以放翻少少嘅書啊，或者係收藏品。空調呢啲都有嘅，不過空調咧就比較舊啦，用咧就用得，不過咧前期嘅空調咧可能電耗會高啲。咁呢度咧就改咗一個衛生間啦。呢個衛生間咧講真咧就唔算大，不過咧都夠用嘅啦。因為本身咧佢2層呢邊咧就只有一個衛生間，依家改咗之後咧就係2個套間啦。咁呢間房嘅空間咧就比較大啲啦。呢度咧就擺咗個1.8米嘅床，然之後就做咗一個大衣櫃、空調，然之後呢度咧就係另外一個洗手間啦。因為本身咧佢呢邊係個陽台嚟嘅。所以咧，你要改咗衛生間咧，係改得到嘅，都係比較方便嘅呢個戶型。咁窗台嘅位置咧，呢邊咧就做咗一個梳妝台啦。呢度做咗一個梳妝台，咁望出嘅景觀咧就望到小區入邊啦。咁其實咁睇起身咧都係非常之舒適嘅呢個別墅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去到第3層睇一睇啦。第3層嘅一個空間咧就係一間主人房啦。咁呢度咧都有做咗少少嘅燈，呢啲咧就有點年代感啦。如果你唔中意嘅話，後期可以做翻一個玻璃。咁呢個咧就係第3層啦。第3層咧就係主人房，就做咗個1.8米嘅床。咁你呢邊咧就後期仲可以做翻一個大嘅衣櫃，都長嘅。咁佢依家咧佢係把少少嘅位置咧就改咗喺呢邊啦。即係佢呢邊係偷咗出嚟嘅，因為本身咧佢個位置咧就係陽台，咁呢度咧就係衛生間啦。咁呢樣其實改咗之後咧，咁佢衛生間咧都算係比較闊落噶啦，呢個衛生間。
咁佢呢個床咧就1.8米嘅床，呢間房嘅空間咧其實都有去到成加埋衛生間咧，起碼去到20幾個平方噶啦。咁呢度咧出到嚟咧就係一個陽台啦，主人房頂嘅一個露台。不過咧咁佢就改咗少少出嚟啦。本身咧如果之前未改個情況咧就係咁嘅，完全未改嘅，改咗咧就褪咗呢邊出嚟。咁就睇見仁見智啦。即係陽台嘅情況下咧，一般就話上到3樓曬山咧可能比較少，一般咧就可能放翻啲雜物啦，喺呢個陽台嘅呢度。咁呢個咧就係呢間別墅嘅詳細情況啦。咁目前嚟講咧，呢間別墅咧咁佢紅本面積咧就105方，不過咧加埋花園嘅50平方，仲有佢呢啲天台嘅贈送面積咧，實用面積咧大概又去到150方。即係有去到1500尺度嘅一個空間啦。咁目前嚟講咧，業主話開價158萬，睇啱咗，價錢好商量。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胡叔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加關注啦，要不然下一次咧你就揾唔到我啦。咁如果你正在中山揾緊別墅，或者你喺中山山鄉有別墅想要出售嘅咧，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，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 或者 WhatsApp。咁中山珠海睇樓問胡叔。少走冤枉路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